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第二集嘅成才研究所，我係 Aaron， 我係 Alex。我係 Alex 啊。我哋呢個星期或者呢一排嘅世界都係圍住 Trump 氹氹轉咁喎。係冇錯，因為佢變嚟變去朝令夕改，突然之間又發一個 tweet 或者喺個 DJT 度發一個 post，咁啊影響住成個市場啦。咁啊，我都講一講點解美國會有一個咁嘅立場，或者做一個咁樣嘅咁極端嘅一個動作。咁其實佢呢一個咁樣嘅部署或者呢個政治嘅取向咧，唔係淨係Trump呢一屆開始嘅，其實由佢第一任啦，之後拜登嗰任啦，呢任其實都係非常強烈咁去打壓中國啦，好多嘅限制啦、關稅啦，同埋好多唔同類型嘅資本市場嘅制裁又好。咁啊，點解會咁樣做咧？就係其實因為由2001年開始啦，中國加入咗世界貿易組織。咁啊，我哋每年其實係以9至10% 嘅 GDP 增長，去到今年。咁啊，呢一個全球化嘅影響都帶嚟2.01至2.39% 左右嘅一個貢獻啊。咁其實呢件事情如果一路發展落去嘅話咧，其實好多嘅研究報告都指出，2030年或之前咧，其實中國嘅經濟體量就會大過美國㗎啦。咁其實美國唔驚衰退嘅，因為冇大佬做啊。冇大佬做係佢哋最擔心嘅嘢啦。因為衰退都係一個經濟週期嘅一部分，咁但係冇大佬做就唔係經濟週期嘅一部分，所以呢個佢哋就有一個咁極端嘅行為啦。咁特朗普只不過係將呢件事非常之加速咗，即係為咗做大佬可以去到幾盡咁係咪？係，同埋佢哋咁心急咧，都見到即係中國，尤其是呢幾年啦，越打壓咧，其實佢喺軍事上面又好，科技上面又好，或者甚至乎資本市場，其實都好似打極都打唔死喎，亦都好似越嚟越快喎，咁啊可能就極端咗少少咯。而家呢個行為就咁其實其他國家咧都開始有啲唔同嘅小動作，或者即係好明顯嘅大動作啦。咁或者會唔會講下少少一啲比較即係關注少少嘅咧？應該明白。咁其實其他國家嘅反應係我哋最需要留意嘅嘢，因為嚟緊可能會有3個唔同嘅情況會發生啦。咁第一個就會係對我哋中港股市最好嘅一個情況，咁就係因為一啲嘅系統性風險啊，嚟緊6月份嘅一啲嘅國債嘅問題啊，同埋好多可能民主共和兩黨一啲內訌嘅情況咧，咁啊令到佢哋將成個關稅嘅行動取消，然之後可能話我部署好啲先啊，或者之後再搞啊，或者唔搞啦，老二就老二啦。咁呢個情況係好細機會，好低去發生嘅。咁但係我諗好多嘅朋友可能都會望住呢一樣嘢啦，即係會聽到美國認輸啦，Trump 投降啦，口硬乜乜。咁呢一啲雜音，我覺得大家可以將佢降低少少先。咁第二個可能性咧，就係中國同美國會變咗兩個陣營。咁有一啲喺呢90日裡面同美國傾唔掂數、丟唔到嘅一啲國家經濟體。例如係越南啦，近排又同中國好似傾得幾唔錯啦，咁會分咗2個陣營。咁我哋就要望住喺中國呢一邊嘅陣營咧，有冇一啲嘅買方市場，例如係日本啦、韓國啦、意大利啦、法國啦呢啲咁嘅經濟體。如果唔係咧，係好難消化到依家美國嗰邊買內地出口嘅一啲嘅產品嘅。咁第3個情況亦都係最差嗰個情況咧，就係全世界都喺美國嗰一邊，因為美國可能出一啲好好嘅條款，或者甚至乎接近冇關稅嘅條款，但係佢咧就要求大家要對中國有關稅，亦都可能要限制中國去呢啲地方去轉賣翻去美國公司咁樣樣。咁呢一個情況會係最差嘅，因為變咗中國就會變咗孤立咗啦，咁啊完全需要靠內需嘅一個情況。咁我哋嚟緊要同大家望住嘅主要有2樣嘢。第一樣嘢就係我哋中國嚟緊嘅刺激措施，究竟係比較溫和嘅一啲同之前一樣嘅一啲以舊換新補貼嘅政策啊，定係話啲非常強烈嘅大水漫灌嘅措施？咁呢啲都非常影響住我哋中港嘅股市啦。咁第二個就啱啱所講嘅每一個國家嘅反應。咁刺激措施嚟講咧，其實無論係以上我哋啱啱講3個唔同嘅情況，其實都係會出嘅。係視乎個力度有幾咁大啫。嗱，咁不如我哋講翻大家應該最想聽嘅嘢啦。嗱，咁其實咧今日個市咧都係大概21,340左右啦，同你上個禮拜講話係需要留意嘅位到啦喎。冇錯冇錯，咁我上個禮拜就講啦，大家跌咗3000點，唔好太過恐慌，去不問價沽貨啦。咁等翻2300同22000呢2個位，咁啊今日收市就係21,460幾。咁啊都已經喺21,300樓上，咁其實大家可以開始喺呢個位將之前可能跌得好勁嘅倉位慢慢去
去做一個調倉。咁調啲咩倉位呢？其實大家可以見到過去嗰一個禮拜啦，我之前講過上一集講過3個板塊啦，銀行啦、黃金啦同埋呢個 consumer staple 呢3個板塊都係表現得較為好嘅一啲嘅板塊。咁大家都可以陸續轉去呢啲板塊，因為投資者同埋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其實都比較 risk off 嘅。咁所以呢啲板塊都會持續地有比較好嘅表現咯。係咯，就嚟放假啦嘛，調好唔調好啊？點調啊？大家都要諗定啊！咁搭飛機走咗一陣嚇。係咁除咗調之外，大家可能都保持一定嘅現金啦，同埋可以買一啲冇槓桿嘅黃金啦，做一個防守。咁始終保留子彈係最緊要嘛。咁即係高處未算高啊嚇！睇嚟個價。係，而家都其實都係歷史高位啦，3200幾。係啊。咁但係我都非常之建議喺呢個咁嘅時勢繼續買入黃金，尤其是佢踩均線，你咪買啲；踩均線買啲，其實都係非常之安全嘅一個選擇嚟嘅。好啊，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下個星期繼續支持我哋，拜拜。